大家又知道係嘛？好似咁，依家我咁樣，冇有人去揸機，冇有人去揸機嘅情況下，係有好多冇有節目效果嘅，自不然就冇有上人得到嘅。第二個啊，你冇有錢出去花費嘅話，一樣冇有節目效果嘅，係嘛？冇出聲得冇，冇出聲都冇得啊！冇出聲都冇得，個公屏都要滾動，公屏上要滾動一下，知道不？感謝我龍哥，謝謝龍哥。公屏上又要滾動下個，要滾動下先至有喐動下，先至有流量個。總之一句講了，能夠即係講。睇住自己咯，啊，覺得能夠出錢嘅出錢，出力嘅出力咯，係嘛？呢個當然係嘛？如果你係討厭偉仔哥嘅話，我相信如果你係討厭我嘅話，你應該又唔會逗留咗我直播間，係咪？肯定唔會討厭我嘅。既然你一想支持我嘅話，就有錢出錢，冇錢就出力咯，係嘛？做個旁觀者啊，等你睇係。捧下個人場都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，係咪？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。千祈唔好諗住啊，因為冇票上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或者係乜嘢咁，千祈唔好咁諗吓。反正走自己嘅能力範圍之內，能夠做得到嘅做得到啊。我依家我呢次出嚟亦都係講到明個，我出嚟咧，我首先一樣嘢，你大家睇到，我冇講賺錢，我起碼要儲夠咗自己個經費，自己個加油，我先至可以做得到嘢個。如果唔係，確實冇辦法。如果好似之前咁樣使費落去嘅話，確實係冇辦法，係咪？毛討厭，愛死你了，是吧？感謝你們的愛啊，謝謝你們的愛。反正希望你們能理解一下吧，啊，希望你們能理解一下。冇有費用嘅話，係全部難行，係咪？因為你冇講乜嘢，你淨係加油，你求其去到邊度嘅話，加油都要成100蚊一日。反正有就上，冇就等你睇。反正我依家我又冇撈人哋去打乜嘢物資啊，又冇打乜嘢其他嘢個，係冇？打下啲體力，我能夠做得到我就做。一贏咗我哋就笑，啊！一贏咗大家笑，一輸咗我自己做，係咪？你大家陣咧睇，拍掌聲已經得咧，已經都係一個好大個支持咧。OK 冇？啊 OK 冇？歐冇 OK？ 哎呀，手機又冇有電，多謝16億破費嘅16億。Hello， 哎呀，我接个麦啊，朋友们，接个麦。你在哪里？ Hello， 你在哪里？伟仔哥，你在哪里？是户外唱歌啊？户外唱歌是的。还是搞什么活动啊？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！不是，你要玩 PK 还是来逗我玩的？你要逗我玩的话，没有时间陪你哦。
玩 PK 就有空，那来 PK 吧。不是啊，因为有好多像你这样大哥，他会不停的找我聊天，没我家又有没有流量给你，我才不找你我家都是老聊天呢。铁来的。来因为 PK，有好多大哥，他都会开着麦聊天。我说实在的，我没有时间聊，我等一下要回家吃饭了。你是唱歌主播是吗？啊，我是唱歌主播，输了给你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